呢條片我哋會揀 HKDSE Core Mathematics 啦，2024年 Paper 1嘅第3題。咁呢係關於 factorization 嘅題目。咁 Part A 咧，你可以用翻 cross method 做啦。咁咧就所以我哋撳翻 formula 1嘅話咧，輸入翻6啦、-13啦，同埋呢個-28嘅。咁所以出嚟答案咧就係7/2啦。咁所以咧就即係個答案會係2R 減7個 S。然後第二個答案咧就係出-4/3，即係咧就係3R 加4個 S 啊。好，跟住然後咧到 Part B 啦。Part B 咧，你見到後面個抽咧就係等於翻 Part A 嘅，咁冇轉到符號。然後咧前面咧就有 4R 減14S，咁前面你可以抽2啦，然後就會剩翻2R 減7個 S。後面照抄加括弧 2R 減7S 啦，同埋咧就係3R 加4S， 之後再抽，大家都有2R 減7S， 咁所以咧你會得出就係2R 減7S， 剩翻2啦，加括弧 3R 加4S， 咁你拆翻去個括弧啦。今日咧就全部都係正㗎啦，呢度後面剩翻嗰啲。咁所以2R 減7S啦，同埋咧就係2加3R 加4S啦。